法法。我手机拿反了。最近我换了一间经纪公司，叫做捞捞超超网红有限公司。现在就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疯死奶奶的打卡方式 ，Let's go！ 噔噔噔噔。嘿嘿，现在我们晒晒 EP， 看看我工作的地方吧。打卡完毕，是不是很酷啊？这里是我们的办公室，你看，开阔的空间，还有工业风的设计。看，电脑出来轻轻锵锵，就像开美食教学影片。看下皮爹爹嘅朋友，这是 YouTuber 的形象地图，要拱拱的呀，就表示 YouTuber 今天有进办公室哦。可以看到来自苗栗的阿妹妹在这，呵呵，还没到公司哦。哦，阿妹妹来了。嗨，阿妹妹，来跟大家打招呼吧。1、2、3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酸酸甜甜的阿妹妹。这里是剪接区。公司所有大小影片都会在这里生产哦。看他们面贝贝，后面就知道可能很难剪接，要不然就是在 P 图，P 到都要往生的。对不起。顺便跟大家说一件很重要的事，那就是千万不能得罪剪接师。要不然你冒了一颗红红重重的大痘痘，他就不帮你 P 图了啦。哎呀！这不是网红界的边缘人代表林一一哈！哇哦，一人分饰多角，那么厉害哦！另外一边是胡蔡伦在脱口秀，又在酸来命，大家都很忙呢。不过都做得粉粉熠熠，因为我们公司福利超好的。你看我们的下午茶室提供零食饮料，大家咚咚当当，一下午吃得饱哔哔，想要吃得饱，有心冰板、椰浆花粽、风热，想要吃水果，有风啾啾的草莓，还有甜滋滋的水梨，还有发糕、柿饼。想喝饮料呢，擂茶是这里最行的选择。而且特别的是，这边所有的食物都是 YouTuber 们提供的，要多少有多少，有多少有多少。现在我们一起去顶楼的空中花园看看吧 ，Go！ 这里提供日光浴，还有3温暖，可以让 Q 喵喵的身心变得漂亮酥酥。你看。有些某金某神的植物系 YouTuber 在行光合作用，补充能量。发糕、菜包、新冰板，吃完3温暖，就变得一等有精神。嘘，这里是简报室，大家正在开会。这些 YouTuber 啊，最近的点阅率实在是太低了。公司的开销这么大，大家还不努力一点，去多接些业配。再这样下去呀，我们就要自己吃自己了。阿爸有钱！哇！